南韩梨泰意外已经有156人死亡，警察厅长出面回释咧，政府是宣布10月30到11月初5全国哀悼。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罗大选输去，到今也拢无出面，伊的支持者是用卡车封路拒绝承认败选。Netflix 宣布对明年开始，用港口做的人，若是长期无带做伙，就要加纳钱，一个人大概是100通货台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南韩梨泰院意外后续发展。真不幸的消息是，过身的人数有搁增加，重伤的病人救无转来，即阵已经是有156个人死亡，也搁有30个人重伤。南韩的警察厅长今日出面回释咧，嘛强调讲会调查事发进程，报案的电话处理敢有失误。后续丧事的费用，小李市政府会斗3天，嘛甲伤患斗出医疗费，辅导心理创伤。针对10月29梨泰院的重大人员受大意外，南韩媒体大批评政府对迄天的人流管制有严重疏失。南韩内政部初一正式向社会大众回释咧，国家警察厅长也伫初一的记者会上鞠躬回释咧。佮表示，受大意外发生进前，警方接到大量的报案电话，所来将针对警方处理报案电话监视失当，展开彻底调查，公布真相，避免悲剧佮发生。 관계기관장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무거운 책임감을 느낍니다. 이번 사고를 통해 국민 안전에 대한 무한 책임을 다시 한번 통감하면서 앞으로 이와 같은 비극적인 일이 다시는 발생하지 않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南韩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当地的综合运动场馆，初一已经加做临时的失物招领中心，涂骹甲桌顶摆满万姓济受大意外罹难者的相关废物，等待家属来认领。南韩总理韩德洙初一宣布，要透过国家创伤中心甲首尔精神健康中心，协助梨泰院受大事故的家属、相关甲一般市民相关心理创伤咨询。梨泰院的事发地点也已经宣布是特别灾难区。 首尔市政府将支付相关320万台票的丧葬费用，协助肃礼安排。罹难的外籍人士也同款补助，同时也会支付相关医疗费用。本国的罹难者家属同时也会得到国家纾困基金加减税优惠。这也是南韩第11摆动用国家纾困经费。最近一摆是新冠疫情甲2014年造成的304人罹难的世界河船难。 어제와 비교해서 중상자 1명이 사망해서 사망자는 155명이 되겠습니다. 南韩已经宣布10月30到11月初5是国家哀悼期。南韩总统尹锡悦后礼拜将亲自主持政府甲民间的防灾会议。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初一也宣布将推动修改国家灾难安全法，针对这种无主办单位的大型活动进行安全规范。为了避免大量民众组织，特别举行的釜山烟花节、大区国际歌剧节、甲济州步行大会等秋季大型活动，拢已经连续宣布取消。公司新闻警员请平日。除了是这边的补助，南韩政府是宣布10月30到11月初5是国家哀悼期。乡里广场即阵毛大铃灯，互民众来哀悼献花。现场的画面是互人看甲真艰苦。有啊，老公的损失不幸过往，伫咧现场哪哭哪自责，讲家己啥物都无法度改变。嘛有民众是真生气，大声问讲警方当初是到底是伫倒？ 民众手提花束，一个一个来对亡者表达哀悼。这位设伫首尔广场的吊祭灵堂来吊祭的民众真侪。有一个老阿公拄拐啊，家己一个人来，伊讲家己孙仔出门前，阁问伊要去倒，后来无度联络着，无想到最后一面竟然是家己孙仔倒伫病院。侪伙人送少年人，互伊真伤心。 할아버지가 해준 것도 아무것도 없는데 너무 미안하고 걔들 지금 이렇게 좀 来悼念的也有发生代志，迄个时阵在场的台湾女性，伊讲看到遗体甲人伫相克，袂当为死伤者做任何代志，伊真艰苦。这个韩国民众想要问，是哪无伫战争伤亡会这么济？要问警察伫倒位？ 이 나라를 전쟁통도 아닌데 도대체 뭐가 누가 잘못해서 이런 거 왜 이렇게 신경들을 안 쓴 거예요? 경찰들은 어디 있었어?
伫梨泰院经营酒吧的头家看到代志的过程，伊讲疫情了后看到遮济人真欢喜，会当做生意。迄暗9:55看到人真济，还佫会当行叮当，无想到10:20完全失去控制。尾仔伊嘛走出去加入抢救的行列，好甲再救活一个查某囡仔。 줄배에서 여기서 누르고 해고 치우고 일로 내려가고. 即届不幸死亡的，抑佫有24岁韩青李志汉。根据韩联社报道，家属找伊替伊举行告别式，佫伫迄天出山。伊的爸爸哭甲死昏去，捌参加 Produce 101演出，先前当伫拍新剧。伊的经纪公司尾仔正式宣布，伊变作天星离开啊。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看疫情的消息，中国严格防疫，不过疫情是搁再压悬，已经连续几落天拢是就清例。虽然世界各国拢走向正常生活，不过中国也是坚持要甲病例扫甲拢无。昨就临时宣布甲上海迪士尼封起来，就办的去看万圣节特别活动的游客，怎封关伫咧内底10点钟，但所有的人拢验过 PCR 验刷，结果出来才放人。 其实这已经毋是上海迪士尼头一届发疯的疯，拄好是1年前，去年的11月初1，也是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就捌疯过一届。3万人是一个关就去封关3天排队采检，所以昨有人听到讲要封锁的消息的时阵，是9000人规挂冲向出口，亲像咧逃难共款，看敢会当赶上尾一批离开园区。有游客就讲，接到封锁的消息，亲像是转到1年前共款，又搁是一场噩梦。 嘛有人无奈认为讲，这款疫情管控莫名其妙的去互关起来日子，唔知影当时才结束。警卫甲栅栏刷开，上海迪士尼内面几落千位游客总算会当出来。本来拜万圣节这天欢欢喜喜来耍，无想到讲母讲心情真歹。 有点失望嘛，因为我们今天在里面等了，其实时间蛮久的嘛。然后我们特意从深圳飞过来，为了万圣节，因为它有限定的那个烟花。然后呢，今天花车也没有，烟花也没有，反派的那个巡游也没有，就什么都没看到。然后还在里面等到现在快10点了才出来。对，然后又冷又饿。对。 上海迪士尼31早起10:39突然间发重要通知，讲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度假区暂时关起来，立刻生效。园区内游客将核酸检测阴性才当离开。心情肯定焦急啊，反正票退了。因为随菜市不准入也不准出，几落千人排队要领食，也是做核酸检测，拢是排甲落长。一直排到这边去了。 上海顶礼拜六通报在地10件确诊个案，迪士尼就宣布封园到放人出来，差不多要到10点钟。社群媒体顶头答文讲，虽然园区这段期间是封起来，不过娱乐设施也是一直放。放人呢！去年11月，上海迪士尼就捌关过2天，迄当阵有超过3万位游客掉伫咧内面。虽然全世界拢进入后疫情时代，不过中国到即马依然追求清零，采取极端措施。河南的郑州、富士康真侪临时工，因为惊会确诊，敢若是逃难未走登去故乡的情形，引起国际社会关心。河南日报专访厂商，讲目前防疫的情形正好，会当保障20万人次免费1天3顿。不过并无说明具体立场，抑个因为疫情离隔离的人数是偌济。希望伫疫情较稳定了后，员工也是当转来工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3件新闻。日本10月计共是投入6条外日票，大概是1条3000外1台票来救汇率。财务大臣是表示，捐物有一定的效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当年下年活动，拢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不过说是无发生过小 A 小大意外。专家就分析，管理单位会伫咧人较侪所在设路障，甲人群分开，较袂有一倒就倒几片的情形，而且嘛有大型保留空间，因应临时作风。英国《Times》报道，前首相 Truss 任内时节，佮互新首相苏纳克请登来做内政大臣的布瑞丰曼，这届违规使用私人的电子系统传官方资料，佮批评移民入侵英国，行为受到争议。稍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翁婿伫自己互歹徒攻击，警方抓到人了后，嫌犯讲伊本底是要绑票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本人。伊认为佩洛西是被贼集团的头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2022年劳动生产力减4.1%，是1948年以来最上济。有头家认为讲，是疫情期间员工伫厝上班影响生产力，嘛有劳工认为讲是经济无稳定造成效率降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翁婿顶礼拜是伫厝去互歹徒攻击受重伤。这个嫌犯讲是因为政治动机，早就安排好势要绑票议长佩洛西本人，搁再显示极端思想的恐怖。而且即阵有侪民主党的候选人拢小可受到攻击的威胁。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伫甲民主党助选的时阵，就当批评右派这款选举暴力行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顶礼拜开始，去几个其中选举真激烈的州，替民主党助选，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引导，去极端分子走入去使用暴力做例，批评这个无天良的政客为着私人的利益分化民众，伫网络顶煽动仇恨暴力，针对选举的正当性乌白生话，甲这届其中的选举定义做对民主的公投。For some in office or who aspire to office, work to stir up division, to make folks as angry and as afraid of one another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And all of this has been amped up, hyped up, 24/7 on social media. Most of the GOP and a whole bunch of these candidates are not even pretending that the rules apply to them anymore. They are just making stuff up. 攻击佩洛西引导的嫌犯是极右翼阴谋论者，因讲是因为政治的动机事先计划，按算要甲议长佩洛西绑票了后，才搁讲断伊的脚头舞。这个事件显示网络极端主义的猖狂。专家指出，伫嫌犯个人的网页、甲网络数字库仔内底，佩洛西是因上界讨厌嘛上爱骂对象之一。佩洛西因翁婿互拍着伤了后，社群内底大概是欢喜甲咧化休，而且煽动进一步暴力的言论。真侪民主党的候选人持续互攻击甲威胁，佮讲又用社群使人甲煽动的行为，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And when you put people that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witter, have been removed from Instagram and Facebook,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one radical location that people can say and do whatever they want, hear the incitements and shout out for incitements, that's going to be leading to more radical community that prosper violence. 其中选举就伫要到啊，各地提早投票当地进行。国土安全部警告，选举的谣言致使国内极端分子对其中选举造成威胁是愈来愈大。国会已经890亿的美金予各州，要用来请治安的人员，也已经无效用过时的投票系统换掉，而且加强网络的安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巴西前总统卢拉出阁了后，动山再起，搁再选调新一任的总统。输无到两派现任总统波索纳罗，到当时拢无出任承认败选。有一寡波索纳罗的支持者总是用卡车封路放火，拒绝承认这个败选的结果。至少是有26个州超过300条高速公路被通。这阵是有人呼吁军方政变，巴西的社会局势是愈来愈紧张。火一直闻出来，车路规个拢是乌烟，车嘛无法度过。巴西总统大选礼拜结束，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差无2拍就安尼失败，有的支持者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拜一伫全国各地发起抗争，因甲卡车驶去高速公路，小物件甲路挡掉咧。部分激进人士甚至话讲爱军方发起政变。Nós não vamos aceitar perder o que nós conquistamos até agora. O que nós queremos que prevaleça o que está na nossa bandeira é ordem e progresso. Nós não vamos aceitar da maneira como foi. Tirar do trono dele a força. É Bolsonaro. E nós vamos tirar também, vamos botar ele pela força que nós temos do grupo caminhoneiro, nós vamos botar ele no poder de novo. 抗争的民众封锁往回圣保罗、加里约热内卢主要的高速公路，致使圣保罗机场部分的机座取消。南部甲农业地区嘛有几条路去互因封起来。根据巴西警方的统计，至少有26个州超过300条高速公路部分或者是完全去互因封起来。若伫首都巴西里埃的总统府，还有国会附近嘛有民众聚集伫遐，支持者是一直有情绪。不过波索纳罗本人从大选结果公布到今，一直拢无公开出面。Temos boas notícias nos dias. Deus quiser, seremos vitoriosos à tarde. Ou melhor, o Brasil será vitorioso. Presidente. 波索纳罗无承认败选，嘛无发表任何谈话，而且嘛无伫社群媒体铺文，甚至无甲关社外口的支持者讲一句话。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虽然巴西英国嘛有出现过选举了后有争议的情形，
不过波索纳洛一直拢无表态，恐也会影响政权的交接。互鲁拉带领的新政府一开始就拄到问题。有巴西的官员讲，波索纳洛将可能在当地时间初一对大选的结果发表声明。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咱这2礼拜，甲大家报道过几多站环保人士为着向大众注意气候议题、破坏艺术品的代志。不过，这寡激进的环保组织行为，即马是愈来愈离谱。昨竟然是去英国的4个机构喷漆，英吉利银行、英国的内政部、新闻媒体大楼甲军政5处的总部，拢是去互喷橄榄色的油漆。这个行动团体 Just Stop Oil 是强调讲，伊是为人类的生存咧打拼。因反对英国的政府按算伫咧2025年进前，核准超过100项新的乌石油甲天然气计划，要求着爱随停止使用化石燃料。英格兰银行的外壁发人喷橄榄色的油漆。伫万圣节即天，英国伦敦有环保人士去4个地标建筑物喷油漆，表达反对石化燃料出口的立场。因为英国政府计划伫2025年进前核准超过100项新的石油加天然气探勘计划。Our one demand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halts all new fossil fuel licenses, and we will keep engaging in these actions every single day until they meet that demand.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our lives, why would we stop? 普拉莫伫咧10月中，也北去伦敦国家美术馆对梵谷的图画喷他妈道歉，也搁甲手念伫咧壁顶。因家这边喷漆的环保团体查自石油，拢反对石化燃料出口，包括英格兰银行、英国内政部，一个大媒体头家美朵所拥有的新闻集团，伫英国的子公司加情报安全部门军政5处的总部，拢互人喷漆。环保人士讲，因为这款单位代表支持石化燃料经济的政府、维安、金融加媒体。伦敦警察局伫咧事后也逮捕4个人。伫咧顶礼拜6的抗争了，依然有部分民众留来。德国的德塞夫勒省的圣索利纳，离岛有一场几落千人的游行，反对法国伫咧西部区脱水设施用来做农业灌溉之间。结果示威者甲警方发生冲突，造成几落10人受伤。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宣布派几落千名警力伫咧这个所在维安。不过抗争的民众认为，因无应该被形容是生态恐怖分子。Partout, le gouvernement considère que la meilleure façon de lutter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est de faire des bassines dans tous les coins de la France, ce qui est complètement débile, absurde, irréaliste. Il suffit d'aller en Espagne. 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欧洲今年热人的温度是悬甲真惊人，而且温度到冬也阁降袂落来。西班牙到冬也是有出现30度的高温，是80年来上介热的10月。法国甲德国的海堡甲游泳池即阵嘛阁有济游客，显示讲全球暖化的速度实在是更加真恐怖。10月底、11月初，照理讲，伫欧洲应该是开始会互感觉小可寒的秋天啊。啊，毋过伫西班牙南部的海边啊，却也阁满满拢是穿游泳衫伫耍水的人，因为即阵伫当地气温阁超过30度，根本就甲热天同款。今年热天，欧洲拄到真严重的效应，想袂到天气一路热到秋天还未结束。西班牙的气象专家讲，今年的10月是西班牙自1961年，也就是超过80年以来上热的10月。毋但是西班牙南部出现34度的高温，就连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嘛有30度。伫秋天来讲是真无正常的温度，但是一寡室外的咖啡厅生意非常好，业者是欢喜甲笑眯眯。sobre todo por esta fecha, pero se agradece también por el tiempo que está haciendo, para el trabajo de nosotros que es la hostelería, nos viene súper genial la terraza y se agradece bastante. 天气小热，有的人真介意，但是对西班牙的消防人员来讲，都是一件真头壳疼的代志。西班牙今年热天因为烧影引起火烧山，但是到秋天温度阁降袂落来，所以消防人员嘛自热天开始拍火，一直到秋天也阁无法度休困。根据统计，西班牙今年到冬已经有超过64万公顷的树林去互野火烧去，是30年来上介严重的。除了西班牙以外，法国、德国嘛同款拄到真烧热的秋天。法国西南部的温度有29度，比过去的10月温度差不多悬5度到10度。海边啊，四界拢是人，街仔路大家嘛拢穿短的，阁有人哪行路哪食冰。
德国首都柏林的室外游泳池，秋天唔捌看过有遮侪人出来游水。Ist historisch und dieser Begriff, den benutzen wir Meteorologen schon sehr vorsichtig. Also der ist so warm, der Oktober, wie sonst eigentlich nur ein Mai, also 14, 15 Grad. 气象专家表示，这种不正常的高温代表气候变迁的速度愈来愈紧，人类未来要面对的极端气候恐惊嘛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甘延恩编译。自从疫情爆发了后，大家改变娱乐的方式，看电影是无一定爱去戏院，伫厝看影音平台袂使。头一个冲起来就是 Netflix 平台。Netflix 头先是稳稳坐伫咧影音平台领头大位，不过后来是有愈来愈侪功能相像的平台也兴起来，亲像是 Disney Plus， 阁有真侪台湾人爱用的爱奇艺，拢渐渐甲 Netflix 的人客抢走。到今年8月 ，Disney Plus 加上共集团的平台，全世界用户已经是有2亿2000多万人超过 Netflix。而且 Netflix 纳钱的方案当中，上界顶级的是1个月390块台票，会当互4台装置用。本地目的是要互一家口仔会当分享同一个口座。不过后来是有侪人，甚至是无熟悉的人，为了省钱是小少用同一个口座，安尼一个人1个月就毋免100块。互 Netflix 的收入是受到影响。虽讲即阵 Netflix 宣布讲，对明年开始要用定位系统看用共口座的人敢有大做伙，但是发觉讲使用者是长期分散伫咧无共所在，就要求加纳钱。一个人是2.99块的美金，大概是100多块的台票，上侪会当分互2个无大做伙的人用。这个目的就是要主动办一个口座纳一解钱，就分互侪人看影片看甲饱的情形。点开手机 App 不少平常拢爱伫有闲的时间，也是通勤的时阵追剧看动画。真侪人为了节省费用，也会将已经付费的小号密码分享给亲友当作使用。即卖也因 Netflix 平台就宣布，自明年初开始，将针对共享小号收费用会以额外偿还的形式增加到明细之中。应该转往其他平台，因为 Disney Plus 现在是还是可以通用，不能寄生在别人那边。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就看网上的。目前定 Netflix 方案分3种。分别基本月270会当一个装置收看，若是标准方案，每个月330会当同时2个装置收看，过来就是高级月费390会当同时4个装置收看。未来一旦方发现无共人共用一组号码，恐惊方另外收3至4块美金大约台票97至83块，这也是自2019年来第3摆调起计小。万物皆涨的一个时间点，竞争也很激烈哈，他们必须要提升这个影片制作的一个水准，那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的一个资金啊。那不反映成本的话呢，那个可能财报上面的一些亏损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反映。学者表示，敢若今年2季 Netflix 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订户，所以相关的影音平台，人我认为伊有一批真重视的客户，未安尼流失，大约就会当有计效的制定权。只是要安怎定价，搁提升相关产品的品质，伫存在之间是真重要的。一旦超过消费者会当负担，恐惊会搁流失客户。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